大家好，我係 Steve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業務5個失敗嘅原因。今日嘅主題咧係適用於所有嘅創業者，基本上呢5條問題咧係應用於所有嘅生意，不論你係保險業啦、非保險業啦，自己作為一個創業者咧，呢5題問題咧都係適用於大家嘅。而你只需要 keep 住呢5條問題，同時之間配合一份嘅業務檢視問卷咧，咁其實就可以定期檢視一下，或者甚至乎咧改進一下你嘅業務狀況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呢5條問題包括啲咩呢？第一條問題，市場不清，你是否知道你嘅目標市場啦？點樣去到開拓客源啦？或者甚至乎咧點樣將呢個客戶群咧去到升級㗎？究竟你哋是否知道點樣去到打進呢一個嘅目標市場呢？而你亦都需要檢視一下究竟自身嘅資源啦、優勢啦，係咪同呢個目標市場咧相吻合㗎？第二條問題，路徑不通。既然第一條問題搞清楚啦，揾到你哋目標市場，咁究竟呢個目標市場嘅開拓策略係啲咩呢？包括咗係線上啊、線下啊，或者會唔會咧聯同一啲嘅合作平台啦，去到幫你更加有效咧推進呢一個目標市場㗎。第三條問題，轉化太少，究竟你哋可唔可以喺網上啦，或者實體咧，或者任何嘅鋪頭啦，去到轉化你嘅流量，轉化變成一個面談？究竟你哋嘅生意咧，是否必定係需要咧面對面去到做銷售嘅？咁而當中咧嘅銷售流程係點樣樣呢？第四條問題，金額太少，究竟你哋嘅銷售流程啦、成交技巧啦、王牌產品啦、平均客戶購買嘅金額有幾大呢？又是否有一個技巧咧，幫你成功將客戶嘅金額咧去到提升呢？第五啦，最後一條，頻率太慢。咁究竟你哋做生意嘅活動量啦、翻單嘅數量啦、成交嘅效率啦，譬如話每日係見10個客，開10張單，定係一個點樣嘅頻率呢？除此之外啦，客戶翻單嘅密度如何呢？譬如今次幫襯完你之後，會相隔半年啦、1年啦，定係2年呢？客戶亦都會唔會有轉介紹俾到你呢？好啦，我哋一齊重複呢5條問題啊！你對於你嘅目標市場是否清晰呢？銷售路徑係如何呢？暢唔暢通呢？第三，轉化銷售面談又如何呢？第四，平均購買金額係如何呢？會唔會太細呢？第五就係銷售嘅密度、銷售嘅頻率係如何呢？同時之間，當我哋掌握呢5條問題嘅時候，究竟是否可以用一個好簡短嘅句子，將你嘅業務模式去到同你嘅客戶啦、同你嘅伙伴啦進行一個分享？咁而呢5條問題咧，如果我哋簡單地變成一個 sales presentation 嘅話咧，都可以變成一個 pitching 嘅 presentation 啫，尋找我哋嘅合作伙伴啦，或者甚至乎尋找金主㗎。希望呢5條問題都可以幫助大家檢視業務啊。而我亦都就呢5條問題咧，準備咗一個業務檢討嘅問卷。咁大家只要 click comment 欄嘅連結，我就會發送業務檢討問卷俾大家㗎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呢條影片幫助你嘅業務提升啊！如果你都覺得呢條影片幫助得到你身邊創業嘅朋友，幫我轉發俾佢啊！